从事电力相关经验已经有20档的澧阳能源，伫屏东县政府协助辅导之下，日前伫屏东嘉东堤岸边举办新鸭站的上梁典礼，占地面积高达9000平方公尺，未来将提供99 MW 电力并联，嘛是近年来台湾民间地面型的光电厂，真难得有企业大手笔投资6亿来自建新鸭站的规模。成为再生能源最佳利器，及梁柱稳固，并行土地公、地基主保佑现场施工人员、机械设备一切平安顺利。中华民国109年9月23日辰时，祝祷完毕，请3拜：一拜，再拜，3拜。全程恭请诸天神明庇佑工程期间新工顺利，人员平安，上梁大吉，梁柱稳固，仪式圆满，礼成鸣炮。该企业有了屏东太能电厂甲新鸭站成功开发的经验以后，嘛进一步看准台南日照充足、发展绿能产业的优势，甲政府的支持，所以去年初嘛进军台南，同时设立办公室。业者表示，第一阶段将伫7个250公顷范围并260 MW 的光电计划，嘛预估会当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。澧阳的重点发展区域在台南的七股的这个区域哈，那台南七股这边有几个优势是地方政府的支持，以及日照充沛的一些优渥的条件。那澧阳在地的发展的优势，我们除了设立了在地的办公室，并设立了免付费的电话专线，我们追求的是最及时以及在地化的一个服务。我们除了提供双方合约的解说，那合法的申请，法院的公证等等，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双方的合作，与地主的合作，与政府的合作，可以持续性的在这个20年之中，完成这个国家的政策能源的目标。对。根据了解，因为台南7股沿海有真侪无适合耕作的区域，加上太阳能伫厝顶的建地空间已经有限，所以现在该企业以开发地面型的太阳能为主流。嘛，互第一阶段已经有400位地主愿意配合一签20档的合约。我们在台南7股第一阶段预计大约需要250公顷的土地。那我们目前已经与超过400位的地主来配合，那已经将近200公顷的土地。那我们后续也不设限我们的目标，会希望持续性的再来做为国家的能源政策做一个发展。该企业持续甲地方政府合作来发展再生能源，嘛希望抛砖引玉，吸引更较侪业者投入，创造多赢的局面。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